School in Macau. 馬來西亞禁止香港人去旅遊，港府表示遺憾。淘大花園居民即將返回住所，有許願樹歡迎。巴格達市中心嘅薩達姆銅像被美軍拉倒。各位新聞嘅詳細內容，第一次有國家因為非典型肺炎嘅疫情而收緊對本港居民嘅入境限制。入境處證實，